如我哋呢個 hertz 係8至12 hertz 嘅，我哋喺一個好快嘅共振嘅情況下，我哋呢一個共振，我哋就會去同佢有一個嘅碰撞。而當呢個碰撞嘅時候，就會令到點啊？我哋呢個強而有力而單一性嘅波頻，就會慢慢令到我哋嘅腦波攤翻落嚟。點解我話呢一個聲療美容好似帶你入一個山窿咁，完全放鬆，完全放空？因為當你去享用我哋嘅聲療美容嘅時候，你嘅狀態就好似，因為當你同呢一個嘅聲療能夠有個共振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好快令你由一個嘅伽馬波進入 beta 波，由 beta 波進入 alpha 波，可以帶你完全放鬆、完全放空，甚至乎好似令到你個大腦撳咗個暫停掣一樣，完全放鬆、完全放空咁樣，完全可以唔需要有任何嘅思考，唔需要有任何嘅煩惱。有冇諗過可以喺2個鐘頭裏面，令到你個大腦完全休息，完全俾自己處於一個叉電放鬆嘅狀態呢？就好似我哋成日都話做 meditation， 我哋都係點啊？上個人要清空，上個人要放空。而家我哋聲療美容就可以令到你喺2個鐘頭裏面，除咗可以養膚養心，亦都可以做到養生。喺呢2個鐘頭裏面，就可以幫你做到完全清空、完全放鬆、完全放空嘅狀態啦。快啲嚟體驗一下，幫自己喺忙碌嘅生活裏面叉個電。